来关心中华客湖伫顶礼拜才发生民众因为倒粪扫分类的问题，和清洁人员起冤家，想要到顶一大伫园林，阁发生冲突。民众是因为即届是因为玻璃拢回收，和清洁人员冤家了后，阁起骹动手。民众批评清洁人员态度无好，严告清洁人员互拍。即马公所讲拍算要提出告诉。主管回收车一个到位，附近人摕玻璃拢要回收，不过因为这个社区等的量伤济。去互清洁队讲后盖才阁收，毋过若像态度无好，即个附近人因后生是真不满。地甲弹起就安尼尔啦。哦，啊伊就安尼。弹着一直骂，一直骂啦。一直噼里啪啦，一直甲你骂了。对啦，你问就安尼啦。啊，阮囝是后边听了袂做去啦。哦。所以我来甲伊相骂啦。代志发生伫17，中华园林一个附近人，甲一个姓杨清洁队的队员，因为回收的量伤大，双方伫遐相撞，所来这附近人因后生竟然阁举起来，甚至爬去车顶共拍，要求爱回收的，造成这个姓杨的清洁队员，规分数袂少所在拢受伤。园林市公所决定提告。他的一个亲属可能觉得说，同仁的口气可能对这个妇人有一个辱骂的情形，那导致他们火气一上来就持棍棒或者是爬上车，用拳脚、棍棒来去殴打同仁，造成同仁有头部还有身体的一个擦挫伤行为。这个月12，中华客湖才发现有民众不满清洁队员提起肠啊无算粪扫，应该分类伫喷的抓甲骂，去互清洁队员报案提告的事件。想袂到无到一礼拜，园林嘛发生纠纷。环保局讲，会请清洁队的车都要按行车记录器，或者是请人员挂闭路器，加强搜证，保护同仁的安全。垃圾车啦，然后还有那个资源回收车，我们都有那个行车记录器。好，那队员他们有的也会佩戴那个密录器来去做搜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。好，那请民众多多配合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垃圾分类的一个政策。曹姓民众见状与队员发生冲突，本案依妨碍秩序、妨碍公务、伤害及妨碍自由等罪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。中华管委7月份开始提悬粪扫退运的标准，加强管制粪扫的分类，甲检查粪扫袋仔内底的物件。到单发生2件冲突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检查袋仔内底的物件，也有粪扫大细型清运的认定无同款。现在警方是甲附近人因后生以妨害特殊、妨害公务、伤害、甲妨害自由等罪嫌，函送中华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